呀，各位聽眾，歡迎嚟到對嚟邊咧學緊嘅節目。這個禮拜咧，你拜真係突然，因為都是我生日，我唔是我生日，這個節是我生日。然後我會甲各位聽眾講哎呦，嗰隻 clip，hello testing，哎呦，我 test 曬麥咧，已經是 test 加有年無過，我聽我聲有斷有斷哦。冇啊 ，OK， 冇揾到白緊。然後這禮拜我特別嘉賓就係看到會介紹隻我看啦，上到啲 YouTube 會看咧，就是看我帶衰咪帶差唔多半點鐘喎。然後注意，我未記，一看名咪好啊，多出邊，盧哇，老官 ，OK， 老官等陣個講句你先，等我小聲先。Hello，睇到。老官歡迎。Hello，大家好。但係做咩事？你講成節冇咪日講，你唔係有成節句嚇？會啊。OK，แล้ว老官แล้วก็有ว่า老焦南西。Hello。แล้วก็有加工。Hello，大家好。加工嘅糖啊，特別看上嘅糖啊，แล้วก็有糖啊越壞咩？英國中安迪一個青子歡迎。歡迎，大家好 ，Hello。แล้วก็我人我來過一擺了，特別佢是真正係見那批名啊，你名啊？我叫我柴妹咯，柴妹啊。柴妹，你嚟頂到你介聽講講下，頂到你嚟講是講咩話題？頂擺嚟講係是講咩話題啊？我都未記啊，有年嘅。你是咪參你姊來係咩？冇啦，參我爸，參我爸，參我媽。哦。係咪話題啊？未記我特別對去聽下。我未記啊，成日講一擺拍槍。拍槍？我會記拍槍。拍槍係記啊！你冇白講嘛？冇。แล้วOK แล้วก็แล้ว歡迎到對嚟啊！你不嚟知道啊？當然佢在到對嚟啊！好。แล้วก็ว่า嘅喺新加坡唔係新加坡，中國寶貝中。Hello， 好，歡迎。我問你啦哈，為什麼你如果聽不懂的話哈，為什麼你又喜歡來參我們這裡談呢？來了解一下。你聽得懂差不多50%還是20%？沒有8%。有的挺接近的，聽得懂大概的意思。OK， 所以你差不多全，但是實在是說不出來。如果你說你呢，你在那邊講的，你懂得閩南話？你懂得講閩南語嗎？不懂啊。那你講他應該要聽多50集就大概懂我們。不過你聽得懂啦，你大概聽得懂，不過你講是講不出。對。如果你講不出的話，然後你剛才你朋友那個他就會講。對，但是他說他也聽不懂你們說的閩南語。哇，像所有我人解。唔是寫衰，就是啦，閩南語是啦。modify 加無睇 modify 佢啊 ，modify。不，有咧，然後是無像 region 呀，無像區。他說閩南語分。好像有分種的。對，閩南語有寫隻無相裝嘅嘛，然後人是無相嘅，先你是學點個無來。有。學點講無來 ，OK，anyway， 歡迎啦，我人叫歡迎。你講感謝啊？感謝。對 ，OK， now mute 你麥。他現在就消你的音，不消音我們就有回音。對。你要講的時候你才。改次哈，你去巴沙馬蘭買那個。你去巴沙馬，什麼是巴沙馬？巴沙馬蘭買那個耳機啊。你唔知係咪是巴沙馬蘭？那個巴沙馬蘭不是巴沙馬蘭咯，巴沙馬蘭。
你也是。夜市买没有去买那个耳机来改次就可以了。OK， OK，知道。你朋友平常的话不经常用那个耳机，所以就没拿出来过。那个耳机就应该是可以解决那个。你耳机现在在哪里？去拿啦？没用啊，经常都没带，所以我就不知道放哪。哦，去跟你朋友借。不然你就不能讲话，要 mute 掉你的麦。OK，mute。好的。OK， 我要讲的时候再开起来。啊，對。可以。了 ，OK， 咱講福建話對對。誒，我心情條成無笑，你上心情，你明白啊？因為我你手是真無事。都聽得懂中文嗎？親戚要聽啊，親戚不要聽啊，定？有不是全部。一點點啊。哦，親戚要聽一點點，就啦，別人覺得會曉啊，才不會曉。都聽得，會。哦，特別咱袂使講華語，變得變華語啊，變得福建就袂使，袂使為咗一間講福建，別講華語。OK， 但是你不要講咧，就無人甲伊講福建話，伊甲人講華語不要緊就，明白哦？無會啊，我用福建話甲你講啦，但是講你曉聽咧，你就用華語來答案啦，但是你用普通話來答案，但是袂曉聽來講咧，你就免答哦。OK， 感謝啊，你是。晴子，OK， 我俾這禮拜咧是三個月嘛，當見三個月咧是俾每人甲人講話因為三個月是我嘅生日嘅個月嘛，所以咱最尾是三個月生日喺這邊，有人三個月生日咯，冇啊，咱嘅生日是老關嘅生日是幾時？我生日啦，過咗咯，一個月。咁啦，人生日冇過嘅，你就有。冇啦，會過啦。哦，但係生日咪是過，都有過年嘅嘛。生日。你講今年嘛？今年嘅過啊嘛。你是一個月驚，一幾個月？一個月驚。哦，一個月驚了 ，OK， 一個月了南西咧？9個月，我家冇88個月。Virgo 啦，我能解上下是本是 Virgo 嘅。哦，我講聽啦，又好笑，我特地去但係我每個被 join 啊。有人特地去有一個Do you mind tell me how to listen online？ OK 有 Skype 有人個甲我講，一直頭佢哋 interact 甲我就，所以我每嘅一個 respond 好我聽。一個 type， 伊成個 mine is in March， 我這裡聽講咪就明明嘅聽講就話甲我講，啊，這在明明是啥包咧？伊有 post 伊嘅 comment 啲 WhatsApp 啲網嘅 page 嘛？哦，講伊講安怎做？伊做呀？伊做？哦 ，OK， 我問一下，了這個了加工呢實際是幾個月？5個月。5個月 ，OK， 差唔多嚟咯。5個啦，唔通我你快鬧。了佢有這裡呢親戚？我12個月。哦，12個月，我是8個月8個呢咯。8個月呢 ，Christmas Eve。哦 ，Christmas Eve 啊！哇！我看到沒回路啊，看到沒回路款。了個這裡菜杯呢？5個月。5個月哦，個親戚不是個加工上哦。加工係。了菜杯唔是菜杯我明明冇買，冇杯咧，冇菜杯กับ冇杯個一邊啊，係咪 confuse 咗啊？菜杯你嘅生日是幾時？看看要聽。寶貝。寶貝你生日是幾時？寶貝你生日是幾時？你講下。看看依家，你問別記 mute 你咪，unmute 你咪，baby 不要聽，點就是叫不要聽，是走去買 headphone。唔使講粵語。
了我是三個啊，攏知我生日是三個幾時哦，攏猜嚇，嗱邊攏直接攏知，問佢吹，別使吹 Facebook，嗱，我唔知三個，攏猜嚇，來一人講，我但冇 hint，我咪特別未教過，那是錄音咪自己未教過。14號了。OK， 一個然後提標啊，青子14號。你我嘅人咧對我請啉咖啡，唔是盧請我啉咖啡，盧請我啉咖啡。三個20號。了20號14號了。三個31號。啊，老關老關，等我隻老關邊嚇，了。個有一句19號19號，就是講19就係講19號。嚇，我講19號。男仔個啊5號啊，入個，你講會貴嗎？係啦，我咪就我手呢個結38。了啊，這個人猜杯呢？我唔是講啊，三個20號。哦，OK，20號。20號。老瓜講對，特別頭快。我看你一邊講我一邊，係佢驚啫，講嘅事啊。我就快得隻啦。Facebook 就隻掉啊嘛。頭快 Facebook。Facebook 咩？你 Facebook 啊，個 guess 嘛。個 guess 看你邊，看喺邊，你看喺邊，你看喺潮邊，你實在我看你看。我隨便說一個問題啊，看他們聽得懂嗎？呀！誒，那應該叫佢哋播嗎？沒有。誒，無謂啊，寶貝。你會使叫你人嘅朋友曉聽下你 YouTube 嘅，我幫你看接咧。誒，無樣未睇 YouTube 嘅，中國是唔是未收到 YouTube？對啦，應該對嗎？那要說他，你說你現在是不是收不到呢？啊，你看他這個聽得懂啊！搞，拍超，多謝。啊，別拍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哎呀，不用。OK， 講福建話咯，別使講華語啊。係啦，別使講華語咯，咱講福建話。Then 不 OK，แล้ว講啊，成日我們每到啲情侶，成日安尼玩 Christmas 時候都唔是成日杜蘭。他們是有杜蘭。Because look present 嘅了，人就學你時是學成日嘅 present，還是學 Christmas 嘅 present。December 24 for birthday， December 25 是學 Christmas。他內 present。哦，而家談落嚟啊！英文好不好？你我一句嘛呢，我一句一日子咪是成個啊，你學你 present 咪是冇咁樣大款咯。你先講你到底年頭一個下，咧年中一個嚟講，依個點先 recuperate 嘛？剛剛是，現在不是。他說你們講的不是閩南語啊。我們的是是啦，是不像的閩南語啦。有一點改良闽南語。他聽不懂。減啦，我人冇咩想啊變淡薄啊嘛。有啊，我聽有，我也要聽。嚇，也好聽嚇。誒，了你到得到而來嘅路？是啊，我對我嘅朋友。你曉你名咩呢？名我叫小林是嘅小林。哦。小林。誒，叫咩會笑？咩叫會笑？會笑，你在會笑什麼？會笑是和尚。哦，和尚，他聽不懂。少林嘛，你講少林嘛，你講少林嘛是和尚會笑咯。是啊，我叫少林嘛，我唔是和尚。哦，少林會笑，我啦，不要記得我學你叫，我學你名是叫做會笑咯。哦，你會笑你有聽啦，你是到底得一格中國得一格來？出事。我知道。我是你是問我得了人是？梅魯。對，是。嚇對。
我福建。福建啊。福建啊。福建搭一位咧，还搭一區？福建泉州。泉州下邊怪異福建，甲咱嘅差唔多像啫。咱嘅到底泉州，咱嘅邊咧福建嘅會近啊嚇，會來源啊，是到底泉州嘅福建嚟。你是住伫個馬來西亞？對，馬來西亞，檳城、檳城、檳城。哦。華僑。對。華僑，對。華僑啊，好啊好啊！誒，你而家特擺得少聽啦，你變咗話後點，希望人家每都潛潛嘅話，特別咱講小塊，呢個比較聽。你安尼講我就，像你安尼講我就袂曉聽咯。啊，你我講小塊數嚇。較慢的我就會曉聽。哦，嚇對，特別我人聽係明白，你啊，我聽係得你特句講嘅，我個明白。是啊，其實閩南話是個上好誒，個啥上誒，就是調有誒調較無上好。其實詳細聽認真聽是會曉聽誒。哦，詳細聽、認真聽會曉。詳細對，詳細聽、認真聽是聽明白嘅。但是講啊，起條快，講嘅事都不要聽啊。特別嚇，那個特別是不要聽，那樣聽特別是叫做不過啦嚇，不過。但是，我人參到我人嘅福建呢，有參到淡薄馬來西亞影響，然後變做有華南話、華南馬來話、華南話嘅影響，華南話影響你都不要聽咯。成日我人講不過啊，但是啊，就是我人用但特別是華南話影響啊。你若講較慢的，我是會曉聽。嚇，講較慢係曉聽係個。較慢對我是無影響誒。哦，你曉聽 ？OK， 我講，那是我講落地，你曉聽什麼？像我咧講，你會曉聽未？會曉夾減。會曉聽就好。然後會想，你曉聽那是我講話啊。我叫少林。我唔是黑心。會笑較好笑啦！特別我講你聽，我講慢啦，講你聽。我人正特人咧嚟參加節目嘅人咧，cada人特人有化名一個。我嘅名叫做咪咕，特別唔知人聽咪咕什麼？咪咕面龜。嚇對，面龜，咪咕是迄個咧紅嘅啊。哦，叫做米龜哈，就是龜。成個落地，啊！別講落地啊，咁樣聽。成個米包咧。哦，米包。咪咕硬嘅時，咱人到啲馬來西亞人硬嘅啊，別位嘅咪咕唔是硬嘅。咪咕是用來食嘅先。係咪你講過？咱人到啲馬來西亞，我唔是硬食嘅皮。別位嘅咪咕是白色嘅，樣參硬嘅鹽嘅啊。哦。所以你講硬嘅聽無誒。我知影就是用來食嘅物件，一個大嘅包啊。拜神嘅。拜神嘅大嘅包啊。對啦，對，像。伊是一隻龜嘅嘛，對。你就叫咪咕誒。我係面只胖嘅數成個咪咕咧。哦，有成。了個有嗱，我講看一間呢，一間就名叫老關。老關你知係咩哦？老關。流汗我知。嚇，流汗對。了一間名叫南西唔知咩鬼，然之後叫你南西。東南西北南西。啊，是。南方西方啦，南西。看了你邊首啊？了這間咪做加工嘅，唔要聽啦。加工是嗱出邊咧，加工是加工怎叫啊？華語？我好你看就應該。嚇，等陣加工一邊。我本時識聽嗬，出阿 John 那邊哦，咪咕。我哋 Google search 嘅 image 啊，出阿 John 那邊。
我硬啊，我硬啊，我硬啊。你 register 起啊，我裏邊。好啦，你呀，你 search 咪估啊，咪變出來。我裏邊出來咯。啊！sorry，進入狀態。你等下出去回聲，到一間是回聲，接手病嘅是都去病嘅，到一間回聲起手，回聲起手。哦，嗱回聲驚。少年我唔是迄時。回聲驚，回聲驚啦。驚啦！伊有毛嘅回聲驚，伊有毛。有啊，我有毛。你一間裏邊啊是寶貝啦。Yes。Yes。แล้วโอเคโอ้แล้ว等陣แล้ว即加工讓再加工什麼要加工讓聽到加工是讓明白加工什麼別啦加工是可能話來咩明白加工都是玉叔叔玉米哦讓叫咩玉米啊你今晚叫啊我是叫玉米玉米 OK 玉米我能叫加工哦你叫加工一隻間咪叫青子青子啊是機關青噠青子槍支啊棒成青啊咧青啊 bang 係青子啊青子แล้ว隻間咪做菜杯对，找一下明浩这个闽南语专家，他竟然听不懂。下面嘅亂講咪菜杯是一張菜咧，唔知兩菜啊，菜杯是生的菜啦，加食春的菜杯啦，食春嘅菜咧嚇，你嘅煮碎成個湯，然後呢裡面你春嘅菜啊，然後你煮叫做菜杯。都是他們一起的嗎？下面嘅，你每日咩？OK，แล้ว每人 OK 寶貝你生日是幾時？你生日是幾月？生日12月。哦，12月我是12月驚喎，即係會小驚。แล้ว個有咧，寶貝。他問我什麼？寶貝，你的生日是幾時？生日啊？什麼鬼？什麼鬼？什麼？他說你生日啊？生日啊？生日是91年的。咩什麼鬼？什麼月？幾月？7月。7月哦。7月4號。7月4號。誒 ，July 4th 啊，美國嘅即Independence Day 咯 ，July 4th。我猜講 July 4你是7月半。係啦，7月半幾？7月半。是啊。阿毛 July 4th 啊，你是阿毛是當人嘅鬼，阿毛鬼係當人鬼。7月，佢就是阿毛鬼啦。中國嘛都有用你切龜部啦，嗱加工啦，即係加工啦。有誒，你是說7月半先？7月半。你會講有7月半哈？鬼啊，拜鬼。7月半鬼節。鬼節啦。哈，對，鬼節。7月半啊。7月半鬼節。對。OK，嚟當今晚咪講啊，我咪講下咱嘅生日嘅事啊，咱安怎慶祝啊？แล้ว我ไป每看咱青椒每青椒，如細漢嘅時生日嚇，要緊也是要做 party 嘅，係咩物件特別有係咩物件呢？你跳手啊！你做生日啊？你排泄？嚇，做咩事？你驚排泄？我驚排泄，唔敢看，唔敢留特別，你幾隻到托卡去喲？我坐咧而家咧。阿伯，你幾日咧抓落個立袋頭嘅，加內坑。你頭上大嘅咯。攞你抓落。而家到你啦。緊攞你抓落。你做咯，18咗落。OK，嚟青椒梅綠細漢生日時你用你先講你慶祝生日特別有係咩物件呢？
生日的時啊，安怎 celebrate 啫？安怎做老咗？對，安怎做老咗？哦，我人 family 早起，我唔是我人，我人whole family 啊，我係媽講，困車只食 breakfast 特別食花湯，係杜瓜，係嗰啲白豆，แล้ว係雞，食 breakfast。係咩？มีส่วน係บะโชอ่ะโชบะ係啥โชบะหวานแล้ว係杜瓜係油雞，即係成日人特別食嘅。哦，早起啦。แล้วบาง學期啦。哦。แล้ว lunch time 是食咱嘅娘娘嘅南面。哦，哈，對。แล้ว tea time 咧，我 mother 就煮紅白加個米菇。哇！你看我那時都真出名啦。แล้ว阿妹就是出去食啦。哇！這你這對啊，好料哦。แล้ว你冇成日食生日嘅 cake 啊咩冇啊？生日嘅 cake 是 tea time 食個米菇啊，一刮cắt cake 啦，把我媽對長山款你無相信這個，是我 mother 是做老咗 ，because Christmas 嘛。款啦，แล้ว哎呀，阿妹出去食啦 ，after 食啦就去馬燒咯。佢去馬燒生日時，because 是對。I see。你知我人做安尼老咗 ，because 啊，唔是我一人呀，我是上細啊。你這對。上細，所以你就做啦。哇，你 present 你拿來拿布啊？你 present？冇啊。好奇啊你。然後你對是大波是雜波？只一個。小妹。查某，伊大去法國，伊結婚甲法國人啊。法國人。再講下，我想要講法國話，我想未掉講咩？喂，呀你。繼續講啊，繼續講。ratatouille。ratatouille。croissant。croissant Delifrance。知啊，你啊講緊香港有冇知啊？你 Delifrance。咱這邊 KL Delifrance 有一個間店啦，執笠咧。係咩？去到對呀咯。Delifrance 2.0。你幾號生日啊 ？OK， 別快啲。主持人。還沒。你幾號生日啊？我3月31號。月31啊？月不會對。還有20幾天呢。對。你使送我。慶祝一個月。慶祝一個月，送我這禮物。送我禮物。安怎講啊？禮物。禮物。未來。你嚟跟我講嘅。禮物。安怎講啊？你安怎講？會小驚？不知道。對，我跟你講，會小驚。禮物。安怎講？安怎講？你安怎講？Happy 新年快樂！我感謝。不，我用你嘅福建話，安怎講禮物？安怎講？禮物。是我怎話講先？你用禮物講啊！你用禮物啊？點樣講？禮物。你安怎講？禮物啊！禮物對。禮物，你變做咱先生去，你會小驚變做咱先生去。แล้ว下啲我3月31號生日。你哋我講我細漢你是新曆還是農曆？新係咩？我比較新曆還是農曆？你講阿毛生日嗰時係哪生日？阿毛生日，我是新曆。新曆嘅。看不懂啊！我比較聽。
新年甲咩老年啊？农年啊，甲新年啊。新什么意思？新年嘛是阿婆才啊。你在马来西亚有没有新历和农历的分别？对，你人咧？你咧？有诶。你有冇用農曆？我冇用上農曆垃圾頭。垃圾頭。哦。你咧？你人用農曆垃圾頭？在中國我。你们也是有用农历新阳历啊？我是农粮阳历和阴。不能说阳历吗？农历啊。农历跟阿毛历。农历。就是公历还有公历就是1月这种。到时候2月份嘛，农历是几月初几是农历。对，我係唐人嘅生日啦，我人叫做唐人嘅生日。我係唐人生日是3月8號，3月7、8。3月初8。對。38處女節啊！昨天啊。係咯，對，我把你個鬼啦，處女節。就講成是處女個。啦，個處女婦女。處女。The Jeep Day。我講唔掂，你笑點好低啊！哎呀，笑死我啦！真係笑死我流慣，真係咪要流？John，幾歲啫？笑下呢物件。我講，伊3月8號是婦女節，婦女節就是 Women's National Day，I mean Day of Women，係咪啊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嚇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對媽媽講回事咩？係啦，對，特別我講嘅處女節是 Virgin 嘅 day。Virgin Day，你講下。我講，你真係是。我講唔掉。而家無人垃圾嗰度。係啦。我咁未記，我咁冇用，我未講人正就是處女嘅，我咁未人。死咯！哎呀，死介紹上啊！我38了，知道？掉地啊！我掉地。我掉地。了嚇 ，OK， 嚟講嗰啲，我係生日咧，講到處女節。處女啦！等陣，我講你等陣時，我甲維娃娃錄音嘅時做迄個丁德玲嘅事啊，我人啊講唔對啦，講到咧啊，我唔是我人，我講唔對，我講啲咩啊？實未記，我講啊，哦對，我要講食咧燭光晚餐嚇。晚餐。对，我講唔對，我講到蠟燭嘅晚餐。我講蠟燭晚餐咯，蠟燭晚餐咧，我講死我成個死人咧，食啲蠟燭。死人。啊，燭光晚餐啦，不是蠟燭晚餐，我講蠟燭晚餐。蠟燭晚餐是給死人吃的。對，對啦，對。誒，我個介紹人聽，介紹真係中國朋友聽哈。聽我把你 chat 你幫啊，叫丁德玲.com， 我介紹你們聽這個節目。丁德玲，看一下。攏去聽啊，丁德玲是用華語講的嘛？特別我們的華語咧很差的啦，成個我講成幹嘛處女節，然後你華語啊。OK， 當然對講到我係處女啊，我生日，我要時間，我生日細漢時呢，特別是有紅雞卵。我要食紅雞卵，特別殺紅雞卵。哦，好，荔枝龍眼是不是？不是荔枝。龍眼。紅雞卵。紅雞卵。紅雞蛋。
該能。對。雞蛋是嗎？對。該能。然後我能叫雞卵啊，雞卵。雞蛋。雞卵去殺了殺食也是係紅泥，到個口係紅泥，殺紅嘅呢，係了人佢朋友party啊，生日嘅時就很食呢，接一粒紅雞卵哦。แล้ว我特別有激，我激特別有花，誒，花就係 cream。係你 icing，係你 cream 剪得嗰所以你就食一粒龜，一粒鴨，話卡到100。哦。一粒鴨話到100。哦，這是個這女啊，一粒雞，一粒雞，你一粒鴨，女啊嘅話個100。啊。哦，隻雞，阿咩你講咩？點啊？特別隻一粒鴨，話卡到100。我係超100，佢就冇聲呀。一粒雞，一粒鴨，嘅話到100。話到100。啊。一粒雞，一粒鴨，計我到100。誒，我每人喺中國人有聽人講200嘅時候，200係河南話啦，咪是啊？對啊，樣會好聽誒。哦，200會曉下，對。死人夾牌人見男唔知幾歲。是河南話炒我人呢。哦，普吉嘅是河南話啦，嗬。啊，普吉河南話。啊。但我每個人幾歲性別，使人拍夾牌人。中國囝。即個寶貝加歲小囝，啷幾歲？今年我20歲。我就好 OK，會使過10歲。寶貝咧？我幾歲啊？22。哦，入幾歲 ？OK，誒，大漢係啦，所以咧在每樣抄完再講下。啷聽，啷要聽叫係咪叫自拜啊？雞巴啊！對，唔是滷雞巴咩？會小驚。咩是雞巴是用來放你的？冇會想講是雞巴，你知哦？我是雞巴，唔是雞巴。雞巴冇啥意思嘅嚇。雞巴是辣椒。哦，讓中國話叫辣椒，雞巴。雞巴是普通話叫辣椒，閩南話普通話是男人的，閩南話是女人的。哦，但你怎麼想話？係咪話是男人？係咪？怎麼都講就是普通話是華語啦。普通話雞巴是男人的下面。哦。然後閩南話的雞巴是女人的下面。哦，按照講啊，即係如果我現在跟你講這普通話，我講，誒，你的雞巴呢，就是說你的男的鳥鳥。對。แล้ว那是我啲講就福建話，我講你係超雞巴，就是講，就是女人的。哦，แล้ว按照講啊，不打你特別話你按照講啊，那是你別講。你到啲普通話，不，但是你對大波啊，不用閩南話講嘅時，然後咧用福建話講，แล้วไป講你大波鳥鳥，是按照講咧，叫辣椒。辣椒。哦 ，OK， 明白。哇 ，educational 來教育節目啊，謝謝你們收聽我們教育電台。搞落人 ，OK， 哈，係咪？你的師兄真開放。哈，希望不要聽啊，請。你的思想很開放。哦，我很開的，我卡開剛剛。對，人家開得很大。雙腳開。雙腳卡開剛剛對，雙腳開剛剛。誒，你有聽啊？剛剛，回小姐，你有聽卡開剛剛哈？誒啊 ，OK，嗱，成日是卡到俾開剛剛咋，成日是。แล้ว OK， แล้วไปจากเกะแล้วก็มาสั่งหอมอีกก็成日當會白人南西人真係慶祝你成日呢？南西人真係出小英。你喂，即是我成自己嘅時候，哦，把你接見你啊！好啦，即應該是爭糯米嘅，丁米嘅我冇隨掉。
这是真咯。我見着啊，normally我是見着衣飛喎。啊，其實講衣嚟見着啦，一種衣過嚟衣嚟接人嘅面，特別 on that day 不應該有陣時平。定咪是我少年嘅時朋友隔了是 single 個嘛，所以就一朋友見着成攞翻攞一個月咯。哦，傾就一個月啊。non stop 嘅咯，然後隔了。之前招都幾隻啊，後面招都是隻啊，你本身冇相啊，即係近這個招乜就係後節啊，即係禮拜啊，係咪招即係 weekend 你看了 throughout 的幾禮拜我八季可一個成節食40幾。哦，哇，好聊咯，你咪是做老師會咯，一年。係咯。本事到，所以白魯隔了人本舊嘅嘛，隔了有家己 family 甲無用啊嘛，所以無可能有本有是有誒，較少啊咯，無講貴個安尼佢來慶祝哦。聽得懂啊？現在馬來西亞幾點啦？10點啦？10點20嗎？一樣。一樣的啊。對，一樣。不過我無想咧，我無想，我唔是到啲馬來西亞，我是到啲美國。現在這個話筒會有回音嗎？冇回音啊！冇回音啊！冇呀。沒有啊，我都沒用麥啊，也沒用麥克風啊。伊看你 software 伊個咧 Google Plus sometimes 伊會 correct 伊。But anyway，中國囝我講我到啲美國，所以我當今是早起拜六早起8點幾。8點幾？到啲美國。哦。美國的時差跟中國是什麼樣？美國的時差16個小時。啊，16咩？差16。冇啦，這咩係有可能啊？14，冇14。16個小時。16幾啦，唔知係咪見 ？Anyway， แล้ว南西路就大豬我大廚。冇，我成日較濟是出去食嘅。然後那時候我去上食buffet 咯。甲 friend 去食 buffet 咯。特別本唔是 on the actual day 嘅。我知咧，Vivi 娃娃咧，伊無暑假一辦當，無暑假貴啊，生日慶祝嘅話，伊是特別 before 未伊搞生日是會使慶祝，特別貴啊是未使慶祝嘅，伊辦當嘅喎。做咩咧？辦當係咪？是貴啊？會發生係咩啊？伊唔是發生，伊是實在成個伊講，我無暑假呢貴啊生日我未使。伊實被垃圾無好食，甲無線嗬。嚇，有可能啦，成個無線，伊感覺係背好食嚇咯。John， 唔是伊辦當，即是當人辦當。哦，是咩？當人辦當買貴了，甲來 celebrate。若是未夠會使，特別貴了未使，伊人無暑假誒。我係好啦，人我係都是後尾一日嘅事嘛，啥貴？因為我會記古早，我係媽。若是講生日啊，若是講拄到，唔是拜六禮拜嘛是哦。你一定要，若是講你唔要為做勞作啊，就要愛未夠，未使貴了，再嚟做，未使夾禮拜六禮拜貴了誒。冇拜來啊？係咪做辦當我唔知。Maybe 唔知係咩事咧嚇？哈你我唔知，因為我人捌玫瑰還沒數得，即個唔是 Vivi 我辦當，即是當人辦當。I think 古早嘅人啦， you know， 當今嘅新嘅人，還沒物件冇辦當，我還沒物件冇辦當。你送伊一個 iPad， 貴咗成日送伊嘛是燒。係啦，你六個送我本嚿都燒。係啦，嘛是燒。咱當去新嘅無去辦當安尼坐啦，古早嘅人真搞辦當嘅唔是啊，哈咪物件冇辦當。對啊，也講你講對啊，我係媽之前嚟講啊。哇，真濟物件哈，有時你想本想袂出，哈咪想要辦當，我都無明白。係啦。佢講袂出，哈咪物件辦當嘅，每一個唔知。再講，你生日是有大豬哦。我古早我人細漢嘅時是出去啦。了看啦，若是看幾歲嘅生日，了。若是講逐年是無做是出去，甲了規個 family 出去食咯。了早起時上加你講嘅呢，紅雞卵加迄個酸嘅姜呀。
死了會驚。哦，你知人食皮蛋會驚哦？哈，知。成個壽司會驚咧，食壽司會驚呢。แล้ว加米線，但叫佢炸起嘅時。哈，成個最好，成個咪食米線。哈，但叫佢米線，因為米線食了，伊米線長嘛，了你米線袂使，咱個米線大啲，袂使可以斷，伊一支啊，咁咧長嘅嘛對哦。哈。因為伊有significance 嘅。伊個米線長，你食了長命咯，成個米線安尼長。你那是你米線把刀就使係一粒雞卵，個一粒鴨卵落去，一個食一百。是啊，一粒雞，一粒鴨，加就交200。了解嚇。因為米線是炸起 breakfast 啦。嚇 breakfast 嚇，炸起食誒。了。แล้วlunch ก็จะสิสังกัดลูกกองอันนี้จะให้เลยใส่จิตมีลามีแล้วสิก็ชุดกว่าเขาจะว่าหลังตัวก็想ใจมีกันตัวก็หินนี่รู้ใจ because ว่ามาสิฮอกเกนหลังว่าป้าไม่สิฮอกเกนหลังมา so แต่ตัวมันเนี่ยก็ตัวเนี่ยมาตัวก็หินเนาะเสียแล้วแม่สิน่ะสิชุดกิจแต่ตัวไอออเดอร์ให้เลยรู้ใจให้เลยสั่งมิน是啦，我諗都是生面，對。都是安尼看就講對個顯咯。哦。冇咧，當叫下面不對。是咯，為什麼 SD 這邊好像是白天呢？他在ED 英國啊。對。我諗這是國際嘅節目。會世界人聽，個中國、個英國、個美國，所以我覺得很奇怪，他這邊白天，感覺去外國會比較爽一點。別人都外國就爽啊，就是中國的限制太多了。哦，不可以講的，這樣你被丟亮。喺中國用一個翻牆是違法的。嚇，咪我不要聽。你講咩犯法啊？係咪翻牆？喺中國是犯法的。係咪犯法？係咪叫犯法？中國是不能這樣還聊的嘛？哦，還聊什麼意思 ？hang out 啊 ，hang out。這算是違法的。你們都唔使用 hang out 啊？唔使用。Google hang out 唔使啊？限制很多。特別啷個搞啊？啷個佢用啲 ISP 對嘅，用啲係你叫咩啊？唔是 ISP，IP address，叫咩啊 ？proxy。就喺英國、喺美國較開放。對，往較開剛。我唔識用咩 hang out。唔使，你就喺中國，特行緊啦，冚個白。哎呦！伊薄薄冚個白。我唔知是我 headphone 掛㗎，還是我 recording 掛 now。But anyway，我覺得我頭腦佢是 still 到啲我 audio setting set up 唔好事㗎啦。但我還沒睇出嚟。然後 OK，得別人老關。豬豬咧，豬到啲，靠近嘢嚟哦，是靠近嘢後到啲豬位，冇白位，對，靠近嘢你朋友咪講幾個時間能夠來哦？嚇？冇啦，我講啦，我自己講。哦，你自己講下 ，OK， 好，看你老掉啊。你靠近嘢你成日是幾個月？11個月。然後你成日是按照傾腳，對吧？伊啦，要請我食一對了啦，我厝人。哦，你朋友請我食一對。我病病啊！係咪㗎 ？Testing。係咪你嘅？我病病。唔係啦，自己會數啦，你把碌佢叫下面數啊。
你話我 headphone 嘅數，我 headphone battery 會死啊嘅數，唔是我 recorder 嘅數。OK， 我繼續講我叫我 battery。我看你落一條全城，落一條全城啊！加 battery。我講一個好笑啊！其實係有三我讀中學時啊。我去太平河咯，甲幾那啲 friend 咯，咁了去太平河咩咯 picnic 咗哦。then 我那麼俾佢哋食物件咁了放啲太平河嘅，因為太平河真大嘛，有迄個garden 咁了嘛，所以我放啲迄個 picnic 嘅迄個桌頂嗰邊㗎。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ว่างขี่ว่างจะกูนักแข่งจะเจ้าขี้อีหรอเจ้าขี้อีที่ไหนอ๋อว่างกูตัวเต้งเก่งกันแล้วนี่หอเราเกาจักกันแล้วคิดได้อีว่างสิที่ไทย平海邊㗎見着威成字ก็ว่านั่นน่ะเบ้จะให้自己喺 KFC 啦極啦กันแล้วอ๋อเบ้啊就放啲喺ตัวเต้ง位แล้วว่างขี่爆位อีจุ班都未使啦因為太平海就係จุ班都未㗎แล้ว係嘛อี堆奶嗬，我ตั้ง步㗎แล้ว學流狗隻㗎แล้ว。誒，太平洋流狗嘅咩？太平洋就係流狗嘅嘛。哦，新加坡播即播waterfall 呢啊。啊，成日你揼乜冇啱可你？哦，係咪揼乜冇啱？kebun bunga 啊，揸bunga可你揸住流狗嘅嘛，搞到槍嘅嘛。啊！即係有部嘅中國誒，見到聽唔到啊！即kebun bunga，kebun bunga 是花卉，花哪話嚟kebun bunga？嚟嚟聽花哪行你同人家講，你講kebun bunga，講花哪？kebun bunga 做咩？我不想聽人講kebun bunga。叫我们说吗？啊，对。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花卉、花园。花卉。福建话本来叫阿毛花卉。花那话来，花那人讲诶花卉叫做kebun bunga。他都不知道什么东西。花园哦。kebun bunga。讲，叫我们说，叫你们说，kebun bunga。华语是bunga。可不恩，bunga。哦，kebun bunga。誒，攞記你點解國際嘅事啊？你點解國際嘅事？人講佢哋我哋話呀，佢哋福建話不是，佢哋人睇undang-undang嘅，人口齒啊是undang-undang嘅。一邊有一個啥pandu perlahan-lahan嘅一個寫用華語字寫出來，pandu perlahan 嘅攞嚟叫。有咩？有，要undang-undang嘅車啊，要叫你berhati-hati嘅啊，哈。undang嘅車你jalan raja julan 嗬，是熱蘭。哈不，叫jalan perlahan-lahan 是熱蘭不蘭嘅啊。你是華語啊，熱蘭不蘭。啊，是啊，熱蘭不蘭。對，熱蘭不蘭。我不會，把他拎的不要，好像講啊。用華語字，哎呦，我先離啊。什麼？什麼？你要走了？等你別走呀。對呀。你要去哪裡？睡覺。去拉屎。撈屎啊！拉屎是。你講去放屎。哦，那去大便啊。去放屎。回大蘭啊！大蘭你咪大便咯。係咪大蘭係咩數？回大蘭咯，回大蘭。回大蘭。回大蘭。你也假聲？是回大蘭的，你就不要大便。回大蘭。OK。什麼？這位大兄，這位大哥，你手來推，想來食？誒，來梅魯中國，阿明，這會上講梅魯，你是食回大蘭。
毛白。因为这回小囝，这个一名做无毛白，无毛，特别一毛鬼头个了。假如想我会想个毛，一无毛白无毛。冇洗大地方，洗到你人家。无毛白，你洗这是几时？拜拜。来回小江的走啊，回小江的走啊。OK。这万层糕先不要跑，吃了才去大便。拜拜，再见。贵这个都得来参加啊人。哦。9层糕。贵这都来参加人。2层、3层。拜拜。再拜拜。OK， 走下。OK， 了。大家可以應該是曬出來啊。你 internet 嘅辦咗，冇毛病。我一下辦啊。你 internet 10%慢。哎呦，自拉哥哦，係自拉哥呢。你嚇。我幾個告訴啊，冇咪白搞你講嘢啊，我對你啊。喲，哎夠啊，差唔多不了啊，我設置咧。冇咩白，誒，冇我白。tapi mau pakai internet na paria gimana?這數考看嘢來數係困了啊。冇白看戲數。download 咪啊？真係辦。冇啦，冇 download 啫啦，看戲數啲先嘅數啊。嗱，隻高長龜，高長龜，高長龜你冇聽一地嚟食。我哋數嚟聽一地咯。聽一地係到至於啥龜呢？頂面嘅紅嘅。我老老位一地是紅色我哋數嚟食。紅色頂面有桃粉嘅，地管一地。我都做啥龜呢啦？做啥龜呢？字拖出來呢？咁地址上咧。地址站。龜告訴未來嘛？這龜啊，這幾條這。冇毛病，每日都成日抓你成日 routine。冇毛病，每日都成日你特別成日特別做咩？這係你試試其實，都逼到自點學位嘛做硬件你做一白。哦，我乜事硬件你我是搞。冇我白咧，佢超硬啊！個成副學位馬牌。你知我特登我見你厝吹，你話佢對那厝嘅時啊 ，before 我入厝嘅哦。嚇。當年佢日你咪good morning 嘅過來哦，過哦。你注意啊！那個徛啲門口也卡穿住叫係切卡前。哦，切前期啊，介紹出來啊！啊，你看你啊，所以寫係你估住掉嘅啊！我問你個 good morning 是唔是講你白色面包邊啊淋線？啊，對啊！哦，有個 group 我看到你面包個有啊？有個，唔是頭毛點樣嘅咩？頭毛點樣嚇？對。蝦米事條要切落卡？我無明白。前期啦，驚垃圾。前期嘛，冇你前拖行出去一拖卡叫拖款嘛。你唔知見到去鐵塔，去嘅大陸去鐵塔嘛，所以特別切前期一個實質。冇嘛，佢會幾日啊？所以支持到人都掉喎。喂，未必話支持垃圾咧，我支持古都嘅叫。定當是細古都啊？會食古都嘅食啦，你食古都嘅我應。就是啊，你食古會到底我等佢拖到哪一頂？你行你馬行，看到啊，你食古都啊，是路去到去到行。呢個馬我諗解咯。嚇，對啊，食古都嘅時候。你大漢嗰時，大漢時你成日當見你特別按照 celebrate routine 咁樣。我大漢嗰時會真簡單嘅，我當見大家人講你估嘛 ，miss 邊靚物件喎，我就走去 center point 有一間嘅店，我未記名，等陣center point 間店特登去食物件，我成日名啊 ，James 啊。
哦 ，James 伊個福建麵啊好食，炒粿條好食，豆油吧，後面講好食，檳城沙律特別真正貴，特別正搭咯，特別鹹食嘛，一年幾刀呢？我成日記咯。你攞隻雞嘅？你我隻雞個，啊冇，但你學下嘢俾神話。哦，誒學下嘢都冇俾神話雞啊，我成日會搞啊喎。present 神話咯，你紅燒邊佢就雞搞搞咋，無拖 present 無談嘅咋，所以都話就寫一隻理數愛係咪咯？哦，你 wish list 啊？啊，寫嚟寫俾我話咯，都無寫無談嘅，都寫未必有談，maybe 58年談嘅。哦，你寫你物件寫咩？差唔多是成個咪 iPhone 一粒 ，MacBook Air。冇啦，冇 iPhone 呢個啦 ，iPad 啦，MacBook Air 嗰啲啦。確近嘢都冇請一隻機啊，見你。喂，大家都講我啦。確近嘢冇。或者強調性啊，對其實嗰個隻教過時。啊 ，OK 啦。你教過就冇啲，你講 OK 講鬆嘅。嚇，教幾多？你教會做教好嘛？唔教對技能嘛？唔教對別人。有見我有去 KL 啊。嗰度嚟 KL 啊？嚇。OK，我係 RT 嘅激嚟嘅。咩咩激 ？RT。咩是 RT？RT 嘅激真係片啊，好好料。咩是 RT 啦，RT Bakery。你邊隻冇咧？邊隻？喲，我計又輪阿妹對你成套極食咯喎嚇。上次我上次阿妹教，OK，我愛。Analysis 本唔睇正啦，Analysis。誒，小心啊！呢邊唔知係咩嘢 RT 是伊講話炒領帶啊，應該是爛腿啊，爛腿嘅機啊。好啦，阿 D 嘅好食啦，好 OK 啊，阿 D 嘅別快食啦。南西仔。我嚟講話炒領帶，我嚟講爛腿啊，你有冇明啊？爛腿。爛腿係咩數？我冇明爛腿係咩啊？L 呢邊有 L 咪講 R 咯。哦。咖啡啊嘛。爛腿咪咩爛腿咯？嗰條把。我未去 KL。嗰對人撩嚟爬緊呢，就喎，切。哇！我食suka 食 cheesecake 哦，阿 John suka 食 cheesecake 哦。我老聽過有個。都suka 食啊。suka 食。佢哋往 KL 有一間北海道 cheesecake 真正好食。特別老實講。我食只 cheesecake，特別我對馬來西亞我特別是食咩嘅？我愛糖啊！愛做咩？愛起糖啊！啊！爸爸，伊個起糖要食紅來起糖，就這紅來。做咩事？你細爸爸起糖。細爸爸起糖，我唔是。我暑假只係激，我對馬來西亞我暑假只係激是，等到我細漢嘅時做成日只係激，我是食係你第一半幾嘅激，你知哦？你係隻 cream 咩？嚇，係你 cream 搞嘅，喲，等到我去做物件時，就啲你 boss pusat optik juara 就啲你變成嗰個，我去買啊，幾百佢經要激點，我去買嘅啦，你半幾嘅激嘅啦，一 cream 搞呢，然後就 plain 嘅激呢。嘢 rose 邊嚟？咩肉啊？不，我會做咧係花啊，掉一邊係 wafer 呢。弄啲整嘅我冇得㗎，我冇得㗎學人家講你話細漢人暑假節啊，你結有去接觸咩咯？嚇，一地個紙呢都。係啦，邊一個係土豆嘅好食。巴沙馬拉咩啦？巴沙馬拉咩啦？我愛人食啊，我對其實人比較保守。巴沙馬拉咪哦。愛。啊，佢叫巴沙馬拉。南西咧，對係邊個我對其實。拜拜呢？應該對過應該冇啦。教過？John 你是對嘅。上會啊，上古啊。我背過31號教，冇得假是教。都嚟 KL 幾日？等陣我俾看，我。嚇，背過31號教。我背過31號教了，是教過唔知20幾號嘅走。啊？教過幾？教過20幾號。我攞啲 KL 幾日？KL 冇嗰陣時淨係 KL 成2-3日可能。都12號是擺落嚟嗰陣。嚇！我去 KL 咧，我是去 KL 本是唔是到底 KL 嘅？到底係你係咪嚇？
我啱嗰樣變大咩啊？知道啦。哎呦 ，KL 不想哭，講我聽。唔知暗邦。十班。唔對。Jeras 嚇，對，到 Jeras 對。แล้วว่าก็ไปขี่ว่าก็真有咧去安那有呀。安那有上面叫咩啊？小包嘅芙蓉。我應會唔知色蘭班。嚇，我去，特別我到 Jeras 有大3節 L 去色蘭班幾多節？去食包。我講我係坐到去那邊食。喲，哎 ，OK。食好開到 cheesecake 那邊，伊個 cheesecake 伊個唔一定好食。特別我要食你 cheesecake，我唔是 cheesecake。係啦，你點食啊？八十萬咯，你記。我是講食你 cheesecake 嘅，我教佢媽講。我講咩食雞啊？我問人坐我去嘅咧係好料嘅咧，我講我真冇咧，我愛食嘅咧。哈！你睇我食過一道是到底咧對 cheesecake 是，呢是隻 elephant 嚟就係雞。所以一隻 cream 咯 ，elephant 就大隻數嘛，一個頭啊，個耳啊，所以變咗隻 elephant 嘅頭，然後我食下你極，好似我 cream 嘅味道，嚇。John 都去pasar malam Danish pastry 個啊邊邊。啊，我八 Danish pastry 嘅頭嘅鏡，伊當變咗頭嘅嘢一定。我能當歐嚟。是一邊嘛？哦，我能當歐嚟，一隻派嘅先係事。當叫你垃圾伊咯。不，我介意冇問題，我介意。特別我是講細漢嘅時到當時就歹死，你叫。是啊，你講那是伊無好食伊嘅切雞，你講人聽有當作歹哦。哎呀，似個插女嚟坐，但係唔知好成理嘅。大頭雞咯。佢成。你冇 option 嘛，你會使食隻呢極嘛？你諗晒啊！你講喺古早咧切雞樣係食隻 cream 樣係河道邊啊！嚇！啊，古細漢嘅時候，我諗看 TikTok 嘅位啊 ，TikTok 咧換名叫 TikTok， 愛食，特別我媽媽買，比如是講啊，伊河道啊是，伊河道燒上久了炒鋪了，伊賣咧去執咧係去雞位去隻嗰啲雞，我媽買咩？哦，我嘛本是無買，我細漢我嘛無見作喺度，伊無我人見作，硬雞女無通知哎呀，我細漢。哦，真係。當啊，朋友搞見作呢，搞見住我嘛無搞見作成字。做咩事啊？做咩事？伊講人袂使見作成字嘅囡仔，伊講笨蛋，反正。哦。伊講第隻60歲我，梗係使見作成字嘅。哦，美國人做60歲時做大成字嘅時候咧，60年唔捌慶祝過啊，10屆年慶祝美國人都未做得大。特別，所以我正10幾歲，我夠知我電視成節嚟嗰度。哦，哎呦，可能大。我唔捌食過人嘅女。哦。有啲人有two school of thoughts 啊，按照我講嘅呢就，有人講嘅是講你無嚇，你若是一落來無做成節啊，袂使做嘅啊。若是講啊，你一落來唔捌做成節啊，了啊，有個人老了時，佮來去做大成節咯。有個人做了，伊袂，伊打袂起，伊袂冚，伊打袂起。打袂起啊！伊會做呢，就是多了呀。有個人袂下啊，嚇。所以我俾日日 train 啊，我一年 celebrate 3道。誒，媽，你使做燈籠生日、阿嬤生日，然後自己燒嘅其實生日，雲南生日。咁你我成日做4道啦。雲南生日冇做啊？雲南佢哋啱4道咯。誒，姐 John 啊，時成樓嘅你講 hello。哦 ，hello， 時成樓真冇嚟錯。伊講伊厝 emergency 袂好勢，伊個性格袂好勢。伊個特別靚個啊？冇，對啊。冇，伊點講啊？我係講咩啊？係咩數啊？唔知講 emergency 啊，伊個性格出來 emergency。計講 hello。誒了，我去寫書先冇別。OK 啦，差唔多ไปแล้วอ่ะไปสิวตาแล้วไป講幾個事啊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น冇講到嘅是老慣冇講到嘅成日安怎慶祝我成日個菜尾冇講細漢嘅是媽是煮硬雞女本咯
有是叫人來，有叫厝人啊，嗰啲 family member 來，有參與款正機係咪咁樣？哈，叫過來哦。我表姐咧是細漢啊行路啊。哦，有啊，特別上起來啊，嗰陣是真啊講嘅，因為我個1年級到6年級咁樣。我爸我驚嘛，我生日時。會食啲 KFC、麥當勞係咪啫？但你想哇，今年會食麥當勞、KFC 還是 pizza 啦？然後我都想起哇，跟我講嘅其實。誒冇，貴咗滯哦，貴咗滯哦，食咧 pizza 喺麥當勞上面食貴啊，當半咋？哦，特別哇，我都想起想起，哎呦，會食你唔買啊，咁樣去食早餐嘅了。係啦，對啦，大漢咧冇咁搞啊，我諗。特別我生日時人請你食，我是請人食啊。哦，你人學你 present 哦。啊，有你冇都訂掉咯。冇辦法啦。誒，咁你生日是人請我人，嗰時我人請人食誒。哦，係啦，嗬，攏講下。冇啊，我感覺講我是。茶杯講。我感覺講我是，若是講來 present 我就請人。就請人食咯，若是你買 present 你人請食咯。哦，下掉本啦。可憐大，你朋友叫你生日伊無來送你 present 嘅咩？你特別請伊嘅咩？特別大。有你送啊，有你無送啊。有你請伊都無送嘅啦。有你請伊是哇，食 free 嘅咯。哦，或者咪你買請咯，是請伊時係食石藥。比我本較濟請人食啦，是人生日。係啦，我較濟當叫咩生日啦？誒，特別冇啊，我呢邊較濟是往時成叫較濟一邊啦美國啦，較濟是講嚟說講，來為做生日嚟講，甚至想出嚟出去食，嗱是嚟說我係生日啊，然後我朋友就往出去食，然後是讓佢哋一啲人夾起來請我咯。哇，咁咪食少。有學格啦，就學格呢。誒，大媽就講used to be popular to celebrate birthday McDonald's Green Lane 嚇。阿蕉講。要 playground 啊。แล้ว要唔使成日是水龍頭呢？你好。做party。做 party 嚟晒見啦。到McDonald's 佢 KFC 做生日，哇！就好了啦。你捌做過啊？茶杯你捌當面做過？冇捌過。朋友有啦，你捌去 attend 過啊？人 birthday？有喺你 Sheraton Hotel 對面喺你 KFC 啊，大間嘅。哦，咁你學誒大間你漏處嘅啊？漏處嘅嚇。飛馬即係飛馬對面你嚇，我知我朋友大間邊呢。我教我囝咧做過一回啦，伊生日哦。梗無達你都一回。伊唔知幫閒，你啊？冇法，我做啲 bird park 嗰邊㗎。哦 ，bird park 啊，邊個嘅 bird park 北海啊？唔是，我喺 KL 嘅 bird park。哦，你學招幫西嚟頭嘅。哦，喂好伊嘅咧，伊有 buffet，伊有隻 restaurant 嘅嘛，你有 buffet 了。哦。都會 guest 嘅咧我，伊有 entitled。好，你直接招。哦，你攞隻正機哦，伊機講正機是到底玩 bird park 入面啲啊？你啲邊個只嘅咧嗬，แล้วอีอู咧เจ้าก็แล้ว背過來嗬，搞到伊嘅就好亂。哦，然後你叫 extra。嚇 John，你再若是講啊，咱人到啲馬來西亞嗬，你一歲囡仔生日啦，了伊大母做生日互伊哦，伊請係個了是大人嘅啊。若是講啊，你來家美國還是英國啊？若是你請你一歲囡仔，請個了你囡仔講。細漢啊，來講啊，你大人無通食啊，囡仔通食，大人無通食啊。伊大人帶去啦，你就愛去啦，但係你無通食啊，互你一後水爾呀。哈，這邊乜事？是啊，呀，versus 講到馬來西亞你請咗，囡仔生日請個是大人，伊爸嘅朋友，伊媽嘅朋友，公嘅朋友，媽嘅朋友請個了。佢咁幫啊，跟住你。我有囡仔 family 呢，我係時本時，囡仔 family 我無請啊。tapi tua lang than chị ai mà xíu buffet mà ít suy hả xíu hả chip bên bố ấy tua lang một than chị ai cái khoa xe nè柴杯你人家聽叫你生日咧，特別我
我細漢到大無，我爸我嘛無教我慶祝過。哦，本是上個南西呢，可能。啊，並笨蛋啊！無，唔是笨蛋啦，有買吉啦，個廚師嘅人安尼款切吉隻啦。哈哈哈！啊，安尼款嘅。細啦，細做我全部是細，我唔捌做大。細漢嘅時捌做，細漢時頂個大阿咧即係無白嘅表示，我都捌做較大嘅，甚至我會記。แล้ว我ที่ว่าสินชูสิมันพี่มาจุดจิตดาวเนี่ยแล้วว่าเก็ก็จะเสียติงท่าท่านเนี่ยว่าสาวจีมีเกี่ยวกับว่าเสียหันสิว่าเก็จะเสียว่าอันนั้นนะว่าcousinเนี่ยอีตัวที่สุดเลยสามบ้านเนี่ยอีว่าลังเสียจิตสิเก็จะเลยไปเนี่ยมาอีจีบ4號ว่า31號嘛所以我ลัง做只เสียจิต是往時做只做嘅แล้วว่าอะไรเก็咧ตัวหน่อลังเสียจิตแล้วไปขับเก็實際有吸擊咧。特別有當時是話嘛，有年是話我爸甲嘛帶我去迄個Eden嘅極點，加是迄個Snow Hill 就經就是咩叫 Snow Hill 咧。Snow Hill 咧，往去經伊極啊，你使經伊無像 shape 嘅啊，因為1、2、3、4、5、6、7、8、9嘅有啊，時間嘅你叫，唔是時間，鎖匙接一回事鎖匙嘅。壽司嘅，古早真興嘅，古早真興嘅。哎喲，壽司極真拍生嘅咋，你減就最極去啊咋。我背上嘅啦，John 上嘅。嚇上嘅啊？上嘅，because 伊做伊水重嘅。哦，水笨。伊水笨嘅嚇，所以伊若是講伊。正常食一回啊。哦，食一回嘅壽司無啊？係咪數咧？我聽著咧，我冇明白喎。嘅壽司啊，你使去幫生咯，生蝕生啊，使背啊咯。哦，卡貴剛剛。free 下卡，哇，冇夠嘅壽司卡貴剛剛。哦，對，你嘅壽司啊，係開嘅數啊是。查某，嘅壽司唔是查某嘅咩？唔知。查某大波上。特別我唔捌有壽司過喎。個人那入邊去成隻真正大嘅嘛？哦呀，按怎慶祝？disco 咯啲錯。哦，南西個人唔是生日真啊大，伊上加無個人伊人是做蝦米只大，就係是講係查某對大嚇，伊人做個只大，上加人教因安尼請誒。查某咧？查某對大是。哈，對大是，伊人做個上加人教因安尼發請誒。後面是對大，對大是講成日大漢啦，冇啦。period 來。查某 reach puberty 了啦，教應啦，會結婚了啦。哈，你大波咧？so that 伊嘅朋友伊 parents 嘅朋友會看了會啥會介紹。哦，明白。做媒人。明白，伊這是成個 pageant 嚟看啦，你看我查我大了，就要坐我查我做榜嚟看。哈，真老咗誒，上加人教員啊呢，請個幾間房嘅。了有大波咧？大波有？大波唔捌看過，我查某我知啦 ，because 我捌有人請過啊，了我無 understand 嘛，蝦米事。做緊咧老咗咧，伊個囝啊，本增加上加要去教因安尼款呢。哦，大波是生嘅碟模。我大波我唔知啦嚇。碟模咧，有八點。誒，我俾講咗即係喂老朋友 online 咯，叫頂到 online 嘛就來咯。online 成日是10號。禮拜，馬仔，張輝，馬仔啦，係啦，當叫是馬仔啦，棒嘅先咪是張輝咯。哦，OK。所以成日咯，伊甲我8歲嘛，39歲啊，哎喲，差唔多要40歲啊。所以今年成日大條愛慶祝大咯，明年嘅做，哦，後尾一到39。哦。我今年11歲。哇，就是11歲。今年我菜尾就一回。今年單條。一單條你數時，一單條數時。5個月。你去咧？我當呢啲。你去5金店買，一個數時。
แล้วอย่าง raffia string อันนั้นปักอ๋อไม่是開啊，係啊，你開嘅你鎖匙轉隻，等你卡出去，一卡佢咁緊。快點啊 ！OK， 笑得，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原來是唔是我嘅問題，唔是啲錄音嘅，原來我問題是到啲我電台嘅。然後佢嘅看錄音，我覺得特別電台。接落嚟隻話題就是關於告訴，然後嗰陣時不，咱講錄了食冚了食，咱又不可以個50 megabyte 嘅便當咯。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介紹我特別嘅邊個，就是這禮拜特別嘅邊呢，就是大媽走去了嘅，攞嚟中國嘅囝，一個叫做寶貝，一個叫做許小囝，然後個有大媽無毛白嘅柯干嘢咯。個有老關南西加工青子。加菜杯，嗰就主要 miss 掉就主要播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佢都嚟收聽了個下，我俾感謝先正是就是人包紅包，我你知你是住啦嚇，包紅包我背包我感謝。有影即係人包紅包我冇？人背包我啊，人背包紅包我真係感動，感謝，真正好意思，阿咪好啊，利是啊，真好。แล้ว感謝下禮拜，咱我哋再見過，拜拜。拜拜。